个月，鸿海富士康集团和中国查税查土地，最近伫网络嘛有传出富士康伫爱补税补1800亿人民币，也佮有大约2万个卡球场遐大个土地，拢爱互中国收去。鸿海表示，富士康是合法的经营，一切拢正常。不过今仔日鸿海股价也是继续跌落。鸿海下凯富士康集团进前传出互中国查税查土地，最近网络谣传富士康爱补税1800亿人民币，加差不多2万个卡球场的土地会被收回国有。七日暗时，鸿海发动信澄清，这是谣言。富士康一直是坚持合法合规经营，集团生产经营拢正常，希望大家明辨是非。观察车三鸿海股价开盘95.8块，波量上悬到96.2块，波量上低是95.2块，波1.5块。如果他不澄清的话，那么市场的信心一定会崩溃掉哈。那所以呢，他在这个做这个澄清的动作是一定要的。这个官方宣布就是说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它的股价应该还是会这个还给他一个公道。资深分析师表示，鸿海发布当信，主要是希望员工清楚外界记录，杜绝网络无实在传言传开。观察鸿海股价，这代志无避开进前，最近股价上悬是10月13日107.5块，代志爆发了后，10月30股价创上期只有94.5块，相差13块。有个中国也无公开调查结果进前，鸿海股价可能还会继续盘整。专家认为，有关富士康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在总统选举进前对外公告。如果他有意要干扰台湾现在这边的一个经济安定的状况他有可能陆陆续续会在选举前去公告啦，届时再跟他的那个 ECFA 的一些调查连接在一起。专家指出，那中国假使查到富士康有疏失，富士康就算被处分，应该也必是天价罚钱，若无可能引起中国外资公司的警戒，对中国侵外资投资是不利的。记者综合报道。